喺惠州買新房定係買二手房呢？的確係一個難題，並且咧有唔少粉絲問。今日咧阿 Ken 咧出一期視頻，明明白白咁講清楚。我喺惠州咧買賣過幾次房，我第一套房係新房，第二套、第三套都係二手房。但係咧了解我嘅人都知道，我係好少講二手房嘅，基本上咧都係介紹新房。我公司有人做新房，有人做二手房，只不過我係負責新房業務，二手房呢一樣咧係有同事跟進嘅。我今日咧會將所有新房、二手房嘅優點、缺點，邊啲二手房值得買，有邊啲人適合買二手房，我一次性講晒，講清楚。認真聽完你就知道我自己點解會買二手房。大家可以點讚收藏，得閒可以慢慢睇二手房嘅優勢。第一，現樓所見之所得，通風採光、視野、噪音、樓間距、戶型格局、尺寸大細、小區環境、不利因素、物業管理，全部都即係冚唪唥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嘅，唔使聽銷售喺度畫餅，唔使等交樓，唔使擔心爛尾。例如即買即入住，即係唔使一邊還月供一邊交租金，一年落嚟咧都可以慳翻幾皮嘢，夠你買好多家私家電噶啦。第三，二手房一般地段係比較成熟嘅，近地鐵啦，係咪學校、商業、公園，全部都係所見所得嘅，唔使估，唔使等，唔使因為學校冇咗，係咪到售樓部拉橫幅。第四，二手房嘅物業服務質量好容易了解到嘅，睇睇保安嘅狀態啦嘛，睇睇呢啲小區環境，問問呢啲細佬哥或者老人，係嘛，基本心理就有數噶啦。第五，二手房嘅議價空間會比較大，特別咧係遇到急錢嘅，係有可能執到漏嘅。但係咧真正嘅筍盤啊，一般人係好難買得到嘅，除非你同中介嘅關係非常非常之熟。舊年我樓上咧有一個鄰居放盤，市場價係120萬左右，佢急住賣，最後咧俾某中介公司傾到108萬成交。後來咧放言冇放出嚟，然後咧揾咗一個專門做串房嘅團隊重新包裝，賣咗123萬。一句話講完，普通人諗住執漏咧係冇咁容易嘅，真正嘅筍盤喺市面上係唔流通嘅。第六，裝修優勢，如果你運氣好，遇到呢啲裝修比較好嘅滿意嘅二手房，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嘅嗰種，即係咧又慳錢又慳時間又慳精力。但係咧你一定要睇清楚係唔係串房啊，買咗真係會攞命嘅。第七，如果你想買嗰種特殊房源咧，比如一樓大花園，二樓打一個大平台，或者頂樓送一個大平台、大露台呢種嘅，或者咧係獨棟嘅別墅，政府已經唔批啦。呢種喺新房市場越來越少嘅，要麼貴，相比之下咧，二手房嘅選擇會更加多。第八，如果你預算唔高，又想買呢種頂級嘅公立學校，二手房可能係你最好嘅選擇。好似星河丹堤同埋咧木馬湖呢種二手房，大部分咧都係1萬出頭嘅，或者1萬多一啲，100平方咧100多萬可以上車。但係咧新房都差唔多。第九，物業管理費更加平。惠州大部分嘅老小區啊，管理費其實咧就係1蚊或者8毫，一年落嚟咧就可能係1-2千蚊。但係咧停車費更加平，一個月咧100-200蚊。但係咧近5-6年嘅次新房，管理費都係2蚊7左右，或者更加多。聽完我上面講嘅9點，覺得買二手房都唔錯嘅。咁我再傾下二手房嘅缺點，可能你又唔係咁諗啦。以前咧房好賣，開發商咧隨便起樓，大把人炒啊。咁而家行情唔好，係嘛，就必須係捲產品、捲質量、捲配套、捲贈送。2026年5月1號開始執行新規標準，以報建嘅新房喺
係公攤、達房率、層高、室內尺寸、隔音效果、小區配套、建築質量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可以講係全面嘅提升。以前咧打造嘅新區畫餅啦、賣概念啦，直到而家舊城區落地，老城區舊軌，所以呢2年啊，新開嘅樓盤地段位置都唔會太差，所以新開嘅樓盤咧，好似當年嘅諾基亞到而家嘅蘋果手機，即係更新迭代啦，係咪？導致而家嘅市場情況下咧，二手相比以前係更加難賣嘅。首先最明顯嘅係達房率，公攤太差啦。以前咧你買100方嘅，俾80方你用，而家咧俾咗你100方你用，你計落呢條數咧，新樓盤賣1萬蚊，未有計呢啲折舊，隔離二手房最少係打8折以上，甚至更低嘅價錢先可以賣得出去。第二就係咧設計落後。嗱，而家嘅新房嘅設計咧，更加係追求係室內空間嘅靈活性。最明顯係客廳，同埋咧客房呢個地方，以前都係實牆嘅，即係實體牆係唔可以打嘅。客廳開間咧係幾多就係幾多，但係你而家呢個實體牆基本上可以剝咗佢就打晒佢，你根據你自己嘅需求直接打咗，咁呢個客廳就會大好多。呢種細節，新區入邊嘅新樓盤仲有好多嘅，比如咧超大露台、全景落地窗呢種，再加上上下飄窗，全部都可以打嘅。買過房嘅人都好明顯感受到啦，係嘛？呢啲二手房真係俾唔到你嘅。第三個，小區配套跟唔上，新規戶型喺小區入邊咧做好多配套嘅，比如咧物業用房係嘛？風雨連廊、架空會所、架空嘅車庫、酒店式嘅大堂等等，唔單止係低嘅容積率，仲可以豐富嘅小區配套啊！但係咧二手房嘅老城區咧，相比之下咧就會差啲噶啦。第四個缺點，裝修係一個好主觀嘅問題。你中意中式，你中意歐式、法式，係嘛？同樣嘅面積，你中意房間多嘅，咁佢中意客廳大嘅。裝修風格本來咧就係一個好難統一嘅問題。雖然咧二手房都係大裝修，但係咧買二手房嘅時候咧，想揾一個自己滿意啱心水嘅房，實在係太難噶，概率咧係比較低嘅。偏偏二手房大多數都係裝修過，睇過二手房嘅人都係好猶豫、好糾結嘅。將就用呢係嘛？萬一漏水又要賠錢俾樓下。因為房唔係你裝修嘅，你要維修都唔知道係點樣去修。如果徹底翻新啊，拆本身又係一筆大錢。最後最糟糕嘅就係串房，睇上去咧好鬼靚，但係咧又靚又新。中介話咧呢個房東係七國，你一時衝動散咗，結果入住之後先發現甲醛超標、白血病套餐。第五個缺點就係咧。揾房傾價，花時間花精力，惠州二手房12萬套左右，想揾一套自己啱心水嘅真係太難啦。揾房睇樓過程中咧，好浪費時間。你可以揾中介，但係咧惠州成萬個中介，專業就口碑、負責任嘅中介真係咧少之又少。就算係有，佢哋太忙，得閒冇事做嘅中介咧，你哋一般都唔滿意。基本上都係帶你睇睇樓，講下呢個樓盤嘅優點，促成交易。缺點可以講，盡量唔講，就唔會提。最終咧都係要靠自己嘅，揾到適合嘅房太難啦。後面咧仲有驗房、產權調查、傾價、簽合同、交接都係比較繁瑣嘅事。第六個二手房傾價，對於買新房嘅發展商同埋銷售咧，賣150萬同埋155萬區別真係唔大，但係咧對於二手房業主嚟講咧，150萬同埋155萬真係一個好大嘅差價，所以咧係避免唔到價錢呢啲溝通成本係好高嘅，即係傾價錢呢啲斤斤計較。少人睇樓嘅時候咧，業主急住賣，還價
就可以成交。但係一旦睇樓嘅人多咗，業主緊張，係唔係價錢放得太低啦？跟住咧就升價。對於買房嘅人嚟講咧，業主開價100萬，還價80萬。嗱，呢個時候咧，業主如果係爽快應承嘅話，就會後悔，可能賣高咗，再考慮。咁業主如果唔同意嘅話，基本上係驚住就喺呢度噶啦，唔上唔落，係嘛？所以二手房傾價係好麻煩嘅，有時候咧一傾有幾個鐘都唔止啊。所以咧，如果冇有耐性，要麼揾到唔好嘅房，要麼傾唔到好價錢。第7個，舊房設計老化問題，地段好、書包好、價錢好平嘅二手房，一般係老破小，30年起步。咁而家國內嘅房屋嘅使用壽命咧係最長係50年，外牆嘅防水保修一般係5年，電梯咧係20年左右，一定要換嘅。當你買一個二手房超過30年，維修基金早已經用晒咗，出現咗問題咧就要 AA 噶啦。咁部分業主如果唔同意，只能夠自己出。嗱，呢啲費用可能冇計入去。第8個，18年到21年市場火爆嗰時候嘅高層、小高層，即係而家叫做次新房啦，係嘛？當年嘅房價高，戶型設計差，最重要咧就係質量都係比較差嘅。你諗住咧，當時嘅發展商爆雷，為咗將房快啲賣出去，起樓嘅速度有多快起幾快。記得當年嘅碧桂園喺18年嘅時候咧，惠州有個樓盤攞地到交房係用咗13個月，講句唔好聽嘅，水泥都未乾啦，係咪？就起下一層嗰段時間咧，大部分咧起嘅樓都有問題。但而家未出問題，可能咧時間未到，可以唔買就盡量避開，唔好去買，遲早會出問題嘅。聽我講完二手房嘅缺點，有冇覺得買新房比較好呢？咁喺而家呢個市場環境下，點樣嘅二手房可以買？我覺得而家嘅二手房你盡量滿足5個條件。第1個，價錢一定要有性價比，要同佢嘅得房率配得上。例如呢，隔籬嘅新盤得房率做到接近100嘅，單價1萬蚊，咁二手房得房率去到80%嘅，咁佢嘅價錢最少要平20%以上，再加上折舊，係嘛？損耗30%都唔過分。第2個，地段要核心，配套書包要有保障。我覺得而家買二手房最大嘅意義咧就係呢個啦。嗱，嗰種冇有地段嘅，冇配套嘅，同埋咧冇有書包，冇有即係完全冇有流通性呢啲嘅。但係呢個唔係價錢嘅問題，係賣唔賣得出嘅問題。第3個，戶型唔可以太差，你可以買得房率低、價錢便宜嘅，我都可以接受。但係咧，你戶型唔夠方正，3尖8角，嗱，採光又唔好啦，係咪？通風又唔好，嗱，堅決唔好買。第4個，冇有經濟糾紛嘅，冇有抵押查封嘅，唔係空宅，產權清晰，冇欠費，嗱，呢個係底線。但凡有一啲唔對路，你都唔好急住落訂。第5個，稀缺性嘅房源係值得買嘅，比如咧江景、湖景、大露台呢啲花園，係咪？當然啦，價錢要合理。咁邊啲人適合買二手房呢？我覺得有4種。第1種係有足夠嘅時間同埋耐性，有買房經驗嘅，因為咧買二手房真係唔可以急嘅，唔可以貪便宜。好多人咧都衰喺呢度。第2種，知道自己明確嘅需求，少走彎路，唔使東睇西睇，帶有目的性去睇樓。第3種，細路哥馬上要讀書嘅，二手房辦理手續大概呢1到2個月左右，時間確定性比較高。第4種，懂得傾價嘅人，二手房咧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傾價幅度比較大，但係咧你要懂得傾先得。如果你唔懂得傾價，二手房比一手房仲要貴，指望中介幫你傾價，你大概啦都會賣貴。最後咧講講邊啲人適合買新房。如果你追求係居住品質，預算足夠，並且唔急住住嘅，仲要新規戶型、新規產品，
對二手房咧比較抗拒嘅。而家超新溪嘅產品係你最好嘅選擇，產品全面升級，肯定會比二手房好好多嘅。視頻咧比較長，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我係阿 Ken 喺惠州賣房幫你避坑。我拍短視頻嘅初衷咧就係為咗令我哋普通人可以喺深圳隔離即係林森呢邊咧可以買到靠譜、放心、安全嘅房。如果有需求嘅可以揾我，記得點翻個 like，拜拜。